体育的消息，咱要来看台湾国际田径公开赛。今仔日甲明仔载会伫咧台北田径场来举办，有18个国家甲地区，拢总596个选手来参加比赛。总统赖清德参加开幕典礼的时阵讲，每一年会编200亿的预算来鼓励举办国际比赛，嘛成立体育运动发展部来推动全民运动，希望会当促进运动产业的发展。我们预计每一年预算要超过200亿的部长在这里记得要编200亿。总统赖清德伫咧参加台湾国际田径公开赛开幕典礼时阵，若鼓励台湾办国际级的比赛，每年要编200亿的预算，同时要透过组织的变革，成立体育及运动发展部来推动全民运动，促进运动产业发展。台湾国际田径公开赛初一、初二伫台北田径场举行，参加过几落遍的台湾走上紧的查甫人杨俊翰今年也有参加，这边呢拄到一个正强的对手，东湖男子200公尺金牌德格拉斯。经过前面2场比赛之后，我也希望说可以去修正一下自己的心态也好，或者在技术上面，然后希望可以从训练中好好去准备，然后我觉得说在这次的比赛应该是可以有很好的发挥。You know, we're 2 months away from the Olympic Games, but this is an important test for me to compete well and see where I'm at. 德格拉斯的牵手2月奥运女子100公尺跨栏银牌阿里这边也来参加。去年伫咧杭州亚运女子100公尺跨栏摕第4名的台湾少年选手刘鹏亚讲要趁机会学习。他们在面对比赛的态度及热身的节奏，他们的比赛节奏啊，可不可以帮助他们那个比赛的时候的速度的提升？台湾国际田径公开赛正式升级成为世界田总洲际巡回赛台北站的4级比赛。今年有18个国家596位选手参加，世界排头几名的选手是历届上多。对于台湾的选手来讲，是正罕有的主场优势。希望甲压力变做助力，这边就达到奥运的标准，或者是摕到国家队积分，会当参加奥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